小朋友大家好，咱今日要念的故事是《巴姆とケロの日曜日》。这只咧，这只叫做巴姆，啊，这只是狗啊，对吧？这只咧，这只是啥？是这只伊的名叫做ケロ。这只是啥物？啥物动物？水鸡对啊，所以是这只巴姆甲ケロ诶，礼拜日，日曜日就是礼拜日。好，咱来听故事咯。哇，你看这个，你看这样，你看ケロ伫头前咧走，啊，巴姆伫后壁咧叫对无？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咧？为虾米巴姆会叫ケロ咧？我看卖咧啊！你看这个，巴姆伫咧创啥？巴姆伫咧创啥？伊咧创啥？伊咧看册。巴姆甲ケロ在看一本做狗的册，你看有狗无？做大本的做狗的册对无？好来，咱来看这个ケロ，你嘛在创啥？今日天气安那？你看者，今日天气安那？嘿，要安讲？落雨。今日是落雨天哦。落雨天，哇！你看，ケロ有欢喜无？有欢喜，有啥物做欢喜的？因为水鸡上爱生水啊，对吧？是毋是？吼，那你看伊嘛，伊咧创啥？伊举一支啥物雨伞？啥物色的雨伞？香蕉颜色的。迄是啥物色的？香蕉颜色的。毋是哦，叫做色。嘿，黄色的雨伞啊，穿一个啥物色的雨鞋？黄色的雨鞋。啊，你看伊穿这个是啥物？一领夹。啥物色的夹？红色的。红色的夹。啊，伊即马伫倒？伫个水，你看迄落雨啊，遮是毋是有一个水窟啊？变成一个水窟啊，对吧？伊个伫个水窟啊呀，生水哦。好，啊，咱煞来看这边。ケロ足欢喜，啊，毋过有一只狗仔无欢喜，这只狗是啥？巴姆会创啥？你看伊敢要做无聊诶？伫个啥？你看伊诶虫仔拢起雾啊，用伊诶砖头伫虫仔有画有哈。啊，你看会出来这个是咧画啥无？伊咧画ケロ啊，有像无？好啦，看卖伊感觉足無聊，为啥足無聊诶？咱念看卖吼。こんな雨の日曜日はサッカーも砂遊びもできない。是啥物意思呢？像即款天气诶，礼拜四啊，礼拜日啦，啊咩啊啦？落雨天啊，咱踢球，敢会使踢骹球？踢骹球是即个骹球サッカー。你无法度出去踢骹球会落雨嘛，对无？啊，过来啥物？砂遊び是啥物？就是耍沙啊！你看伊边仔有家私，有车，你会使专心听无？有车对无？车会较沙诶，耍沙啊！所以平常时吼，是毋是伫遮耍沙啊？对无？啊，毋过落雨天拢袂使你出去耍诶，对无？啊，咩啊那咧？仕方ないから今日はうちで本を読もう。真正是嘛无法度啊，无过今日伫厝诶看册好啊。要看册啊，袂歹哦，爱看册啊。恁敢有爱看册？有吼，愛看册吼。だけどその前にケロちゃんが横した部屋を片付けなくちゃ。咩啊呐？啊，毋过吼，要看册真正啊！你看这个房间啊呐，乱七八糟对无？谁用乱的？是ケロ。嘿，是ケロ共用乱的嘛？这个叫ケロ舞甲乱七八糟的房间啊！巴姆伊就想讲，伊爱家己整理好势，才有法度看。你看咧，这房间有够乱的，有啥物？你看这个是啥物？这个圆这叫壳啊。壳啊。嘿，这个叫做壳啊，圆啊，你空的这叫壳啊。有壳啊。嘿，这个嘛是佚佗物啊，你个壳个弹入去，伊个套入去啊，对吧？这是壳啊。你看伊个画红啊，对吧？是毋是遮一本咧
一本一本纸要互伊画啊，一本簿啊要互伊画红啊，对无？吼，啊，这是啥物？画物件叫做啥物？蜡嘿，叫做蜡笔。蜡笔，吼，蜡笔。蜡笔，吼，你看有画红画图诶物件，嘛有佚佗物仔诶物件，啊哇，再搁一个水池仔钓鱼啊，看。听说苹果了。哦，不要紧啦。啊，来遮咧，你看遮，遮搁有一本，伊嘛是咧画图诶，有看，遮拢足济吼。啊，枕头咧，枕头落伫涂骹对无？啊，咧椅仔嘛倒去啊，对无？啊，遮啥？遮保龄球对无？吼，啊，遮有巧克力，遮有巧克力，啊，遮啥物？妈妈饼干。来，我问你，这个是啥物？卫生纸。家己名讲。卫生纸。卫生纸，你看卫生纸切嘛黑白片对无？啊，你看，巴姆伊手佫摕啥物？这个叫做爆米香。啊，食无了，佫压到规涂骹，你看红啊嘛黑白淡对无？好，啊，数落来咧，数落来要安那？巴姆要开始整理啊，对无？やっぱり本を読むのは綺麗に綺麗に綺麗に。哦，是安那？啊，果然吼，也要看册吼，房间个一定爱七路走，前去走前坐。好，你我足惊你甲镜头用落你坐哦，好，好啊，你看伊即摆一个创啥？甲桌顶的红啊扣好整齐，对吧？收起来扣好整齐。啊，这咧，甲拼伫涂骹的佚佗物啊，规个拢扣收起来，有无？是毋是？啊，熊熊跟那个龙角。啊，伊等下去扣啊，你搁有注意到遮落去吼？啊，即摆涂骹物件扣好啊，涂骹是毋是吼？垃圾因为伊拄仔食爆米香啊，落啊规个，所以爱摕啥物？摕啥物来吸？吸尘器。即个叫做电扫帚。哎，就敢若扫帚共款吼，扫帚的功能共款，就是甲涂骹吼整理哦清气，吸好扫好清气，所以叫做电扫帚。吼，伊个用这个吸无，啊吸了后涂骹是毋是清气啊？毋过爱用啥物？即第啥？叫做倒布。用倒布啊，一骹水桶滴水啊，甲涂骹切落清气对无？啊，搁来咧，你看伊本底即款，你看伊本底遮对无？遮即幅图是毋是去互用较满意？啊，伊即摆咧甲翻好正对无？是毋是？きれい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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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付いた部屋じゃなくちゃね。哦，所以就是要读册，就是一定爱安那。伫咧做整齐、做舒适的房间读才会使哩嘛。哦，啊伊看，你看，伊即摆是毋是拢整理清气啊？吼，你看伊个开啊，地毯甲用我开，要甲厝的涂骹对无？你讲厝的涂骹？厝的涂骹。好啦，地毯甲厝的涂骹了后，哦，安尼有清气啊无？你看椅仔嘛摆好啊，你有看无？啊，数落来咧。さてこれです。これでよし哦，安尼，吼，像最后诶，吼，安尼就会使啊，吼，伊个整理好，然后安尼会使啊。次はおやつを作って哦，哪想哪欢喜，你看，哪想哪欢喜，看伊咧想啥？伊咧想啥？哎哟，啊，刷落来个哪想哦，整理了个哪想哦，啊，刷落来哦，我个要来做点心哦。你看伊咧头壳内伊咧想啥物？头壳内想啥？伊要做啥物？伊要做这个叫做啥物？哈姆。嘿，毋是哈姆，这个叫做甜苦棒。为啥物叫甜苦棒呢？你看伊啊是毋形？伊的形啊，一个箍啊安尼，像拄则这个，像拄则伊拄则爱算这个无？遮有一个是物？这款形的叫做箍啊。口啊。嘿，箍啊。啊，这个嘛是一个箍啊，对无？吼，所以这个苦这食啥物？这食起来是啥物滋味啊？是甜甜啊，是咸咸？甜，吼啊甜的胖叫甜胖对无？啊，毋过伊的形敢若苦啊，所以叫做甜苦胖。嘿，所以甜苦胖。啊，搁有这个煎鸡卵糕，对无？你会记咧迄啥物？古力甲古力是毋是嘛是煎鸡卵糕？
用烘的用鼎咧煎安尼烘的对无？啊，即个嘛是另外一个杯仔型的鸡卵糕，啊，即个我嘛毋知是啥物呢，这毋知是啥物呢，我看袂出来。啊，即个是饼对无？啊，即个是鸡卵糕卷对无？一卷一卷，啊，佫有掺啥物？佫有掺苦力木对无？那个是好，即个时阵伊拄好迄想讲，为了做点心的，即个时阵，伊听到后壁，都思ってた一个拄好伫咧想即样代志的时候，佮想有一个物件，哎呀，迄是啥物？迄是绿瓜糜呢？原来是安那，多龙哥比较のケロちゃんが帰ってきた。即个时阵上转来，规身躯澹你绿瓜乌妈妈绿瓜糜啊，黏黏的呢。ケロ转来啊，对无？即个时阵酸甲规身躯拢绿瓜嘛，佮澹你绿ケロ转来对无？啊，伊有惊着无？惊到伊个水桶仔差一点啊，斜延延倒。为虾米伊个水桶会差一点仔斜延延倒？因为啊，你看即个房间，伊拄则整理好的房间啊，せっかくすっかり綺麗にしたのに，真无简单。伊才即个房间整理好势，整理好清气尔，结果即个搞怪起落来安尼，乌爸母你看，伊个走互伊叫，伊敢有直接互伊掠咧，无呢，伊个走互伊叫，啊个乌爸话有看无？啊，到尾伊敢有去互掠着？有嘛对无？结果伊嘛是。克罗嘛是去互迄保姆掠着，啊掠着要安那？掠着要安那？掠开拍骹床吗？无伊甲伊掠啊安那？掠去创啥？洗身躯。妈妈去后边讲。啊，去倒洗身躯啊？去大的。这是倒位？这位伫倒位？哈？搁一间？下间啊，嘿，下间啊。啊，伊这是下座对吧？下座浸水洗身躯对吧？啊！你看伊连伊个拄则出去耍诶物件嘛，拢摕入来洗啊！你看有啥物？有诶，即个是啥？雨伞啊！搁来咧，搁有啥？啊，搁有啥？雨鞋对无？啊，搁一只酸水啊！啊，搁伊遮嘛一个，伊拄则出去诶夹对无？夹伫遮你看无？红色诶夹。好来，所以全部拢啊，上重要是即只克罗酱。克罗酱爱掠去洗身躯对吧？とにかくケロちゃんも耳の中までゴシゴシきれいに洗って非得就是先甲ケロ啊掠来呐，掠来撸洗洗连耳仔内面嘛爱洗好清气对吧？啊伊洗了有欢喜无？有欢喜无？有啦，伊嘛是足欢喜啊，洗清气足欢喜啊，对吧？何もかもすっきりさっぱり啥物代志？无啥物代志比那洗清气啊，佮洗甲足清爽、足爽快，佮快活对无？你看，伊佮甲伊创啥？伊佮甲那七落打野肥仔粉有安尼抹咧，互相抹肥仔粉有快无？啊抹好了后咧，伊拄则洗物件嘛，爱加啥物？拍好打对无？伊拄则互个甲克罗诶啥物？妈妈请我嘛掉咧。哎呀，即个狗怪，你看人咧披萨，人咧吊物件，咧披物件，伊结果嘛吊伫面顶，有即个狗怪对无？啊，你敢有像伊遐狗怪？没有。无啊，干咩呢？好，来，咱看一个つるっと綺麗になったら、今度こそ、甲洗好清气气嘛，变啊清气气了后，即摆个真正啦，会当来做啥物代志咧？做饼干。做点心。你看伊嘛是安尼，摕布捋安尼，佮切的捋的对无？啊，佮倒半呢切捋。你看，这狗怪佮人咧切啊，佮围边仔画有看哦。啊，煞来真正拢洗清气了，因就开心啦。卫生裙下咧我即条。煮物件诶时阵爱下咧，你诶衫才袂用啊垃圾，即领叫做卫生裙。你莫一直甲我用，卫生裙。啊，你看你煮物件诶时候，你这头毛爱用一个巾仔绑诶，啊，毋过安尼即你
煮物件，像你头毛才袂落落去啊，太高安尼，知无？好，煞来，因即摆去倒？伊要煮物件，该去倒位？即位是倒位？房间。那是房间，房间煮物件。嘿，对，叫灶骹。啊，你看把门摕啥物？妈妈，为什么你看把门摕啥物？没有关上？哦，这是咩讲？妈妈。你也无甲我用，我慢慢甲你用。来，这个是啥物？鸡卵嘿，爱摕做者鸡卵，因为伊要做啥物？甜苦胖，个爱用做者鸡卵，佮做者啥物？米粉。你看 Kilo 酱嘛，伫咧用米粉对无？啊，嘛用啥物？嘛用 butter 对无？啊，这个是滚啊，滚啊，就是吼，甲时阵伊个米粉啊用好了后，伊个爱用这滚啊，伊练到白，才我都做物件。啊，这个你敢会记？这是卡卵拉卵的鸡丝对无？啊，这个咧，这是无啊。伊到时阵伊也要做迄甜苦胖，伊用迄无啊呢滴落去了，伊个甜苦胖的形个会走出来啊，吼。好，美味しいおやつを作ろう。来做好食的点心咯，安尼欢喜无？好，过来。欢喜啊！好，啊，煞来伊安怎做？物件倒用了，爱安那？米粉肉的对无？烂米粉，你讲烂米粉？啊，米粉烂的，困咧底哦，烂，一直烂好了呢，噗空，卡到内底，吼，安那？安尼滴一个，甲伊形滴出来，用这帽仔对无？用这帽仔嘛，甲伊形滴一个。啊，你看，Kilo 这个狗怪，你看，伊家己做一个伊家己的形哦，伊无做圆箍啊，伊做伊家己的面的形对无？好，过来，刷落来咧，你看，伊做足济伫倒，徛伫即个盘仔红色的盘仔内面对无？做济做了后，要刷来要创啥？要来用烘的还是用煎的？用烘的。毋是啦，这哪是用烘？用煎的，你看一个油鼎伫遮，你看，伊甲物件，伊甲这啥物甜苦胖吼，啊蛋入面落去煎。哦，因为啊，你咧煎的时候油是咪会做烧的，而且啊，你物件蛋落去，油会喷起来安那，会烫着听无？会这样。哎呀，你顶下咧去烫着，结果碰拍一个水泡着无？是毋是足疼对无？啊，所以啊，爸母那 Kilo 啊，伊嘛是惊讲去喷着，你看伊目甲目眦钱嘛。哦，无啊，目滴啊，佮挂目镜呢，啊，佮一啊，啊，佮一个巾仔甲面嗡起来，啊，佮挂手套穿雨鞋，啊，佮啥物？啊，佮安那威士裙对无？是毋是？好，啊，你看。伊就开始煎哦，哇，煎是哦，põ到个咧吧，吼，安尼咻，安尼弹落去，安尼煎了，哦，你看这是啥？こんがりドーナツの出来上がり，哇，真正拄好安尼，恰会啥物？甜苦胖个记号啊！哇，这嘿 ，Kilo， 遮内面有一只 Kilo 伫咯，你有看到？我即摆才看到呢，你有我厉害。我看几落届，我即摆才看到你只。哦，安尼你比我较厉害。好来，过来咧，哇，甜苦棒煎好啊，刷落来咧，咩啊呐？自己挖，用着。好，自己挖。有木红哦，莫拉布，自己挖有木红哦，莫拉布，安尼刷落来啊呐。来摕啥物要读的册哦，吼！モデル本啊面啊，用只大家啦，吼！因为手头的册啊，吼，拢看过啊，看过咩啦？今日はこの中から取ってこよう。啊无今日个为遮内面吼，甲册摕出来。哦，原来遮有一个阁楼，你讲阁楼？阁楼就是吼，本地人大诶，迄房间的面顶吼，面顶还有一个细细间仔的房间，迄叫做阁楼。啊，嘛有人讲是叫半楼啊，半楼吼，看人安怎讲。
吼，啊，煞你看，爸母伊个摕一个钩仔，你看，钩仔伫遮有看无？伊个勾落来，勾落来了，个一个物件出来啊，这是啥物？这个是啥？楼梯。楼梯咩讲？楼楼梯。嘿，个一个楼梯扭落来，你看。扭来。哇，你看Kilo 咧做啥？伊用伊的尾巴。伊用伊的尾溜，为虾米？因为伊尾溜勾一个啥物？勾一个甜甜甜。讲甜苦胖。甜苦胖。因为爸母的尾溜啊，爸母的尾溜啊，勾一个甜苦胖，你莫过，你落来。勾一个甜苦胖，所以啊，Kilo 这个狗乖个夹伊的甜苦胖，伫伊的尾溜啊夹伊的甜苦胖对无？好，过来。我看一个哦。この屋根裏部屋には古いものがいっぱい閉まっている。伊就讲啥物？即个阁楼，你听我讲者哦。即个阁楼啊，内面啊有收足侪啥物？有收足侪吼以前诶旧诶物件哦吼。確かおじいちゃんが大切にしていた飛行機の本があったはず。我记得阿公啊，上珍惜诶一本诶写飞行机诶册啊，应该是有伫遮才对啊吼。好，再来。你看即个阁楼内面是毋是暗蒙蒙拢无电火？真正足侪物件，你看即个看，Kilo伊诶算即只猪仔，你看哦。好，伊咧，爸母个真认真咧找册哦，本の名前は不思議飛行機じいさん。即本册诶名叫做奇怪飞行机阿公。这个名嘛足奇怪吼。来，说落来呢。有找到啊无？找到啊！これやっと見つけた。就是这。总算是找到啊！だけど表紙が埃で全然見えない。是安那？因为摕物件摕伤久，是咪面顶拢溶液你有看哦？溶液个太过烂落，垃圾你敢看有字？看无字对无？你看，毋过啊，伊诶册面顶啊，拢全部拢遐物溶液啊，完全字拢看无呢。その時、即个時陣呢，急に鼻がムズムズして、即个時陣啊，鼻啊煞尿尿，響尿尿，拍手，是安那？發生啥物代志？有人拍骹唱啊，对無？鼻啊尿尿是毋是想要拍骹唱？伊个拍骹唱啊哎呦，伊拍骹唱安尼拍落去了，結果咧。すると、本の表紙からたくさん蛾がパタパタ舞い上がった。这个时阵啊，伊拍骹唱了啊，册面顶册面顶有足侪叶啊，安尼啪，安尼飞起来呢。那遮侪叶停伫册面顶。表紙が見えなかったのは埃のせいだけじゃなかったみたい。是安那？原来啊，册面顶的字啊，看无毋是完全拢是因为溶液哦，毋是完全拢是溶液，所以伊的意思是啥物？除了溶液，佮有啥？佮有叶停伫面顶，所以才看无字，对吧？你看，Kilo 讲啊呐，行到屁屁刷，甲迄板木拢抹掉，你有看无？有看无？这有看无？好，刷落来呢。哎呦，你看安那？よく見ると、詳細甲看，这是啥？蜘蛛啊！蜘蛛来讲。蜘蛛。哎呦，ネズミ呀，这是啥？神堂啊！毋是神堂啊！你啥物拢神堂？小老鼠。咩讲？鸟鼠啊！鸟鼠啊！哎呦，ネズミ就是鸟鼠啊！
过来，母西那个么？哎哟，母西是啥物？母西是啥物？西松松。嘿，从咩讲？糖。糖。所以面顶为啥物？猪猪鸟鼠啊个糖。哎哟，你看，规个拢是，你有看无？规个拢是。有食伊落，安那伫来伫遮呐，规个扭来扭去，软来软去，扫来扫去，有恐怖无？有恐怖无？哇，遐济着你，遐济着你早个惊甲走去啊，搁要甲拍。你看巴木个惊甲要走啊，因为啊，伊甲迄溪路酱甲掠掉，伊个要走，叫伊个叫一声做大声诶。びっくりした。哎呀，嫁惊死啊！だけど、せっかくの本を置いてきちゃった。毋过啊呐，无简单才找着诶，找煞袂记咧揢落，哎个落伫面顶啊，无揢着啦。这个时阵你看，啊咧，哎呀奇怪，这是啥？小老鼠被小一颗。哪有一只啊？哪有一只猫？鸟鼠啊，夹伫咧猪壳棒面顶呢，伊看到哦，所以这个时阵，巴木有一个好主意个什么？ドーナツにネズミ，嘿嘿嘿嘿，哦，鸟鼠啊，夹即个猪壳棒啊，そうだ，啊有啊，伊看甲会加入，哦，我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好方法吼。伊想着啥物好方法？你看伊摕啥物？即个是啥物？即个是鱼钓啊！鱼钓啊要创啥？钓鱼仔的对无？是毋是？啊，毋过伊要钓啥物？伊毋是要钓鱼仔，伊是要钓啥？咱等下来看一下哈。钓那个。钓青蛙。啊，你看，伊拄则掠着即只鸟鼠，个关喺人啊，你看。有啊，伊甲关喺人啊里内面有看哦。好啊，说落来，伊甲迄啥物？伊个甲啥物？溪路酱甲绑伫，你莫再弄着。溪路酱甲绑伫迄啥物？鱼钓啊面顶。啊，溪路搁摕啥？即个是啥？你拢搁袂记啊？名讲猪壳棒。嘿，搁摕猪壳棒。啊，即摆要创啥？もう一回。本を取りに行こう。咱搁一届去摕迄本册，吼，伊决定搁要去哩。虽然讲面顶足恐怖诶啦，啊，伊嘛是决定讲要去哩摕。好，因搁去哩后，你看哦，啊，哎呀，足济啊，足济虫，足济蜘蛛，足济鸟鼠啊诶。啊，要安怎做？你看伊摕这啥物？鱼钓啊伫遮对无？等，吼，まずできるだけ本から離れたところにドーナツを置いて。什么意思咧？首先，吼，尽量甲啥物？できるだけ尽量那？放假啦，离迄侧较远的所在啊，甲这猪壳棒放咧离侧较远的所在。吼，伊要甲这摕咧食，为虾米咧？伊是毋是摕咧食了后所有的物件？啥物物件？哎哟，所有这个恐怖的物件拢会围过了，围过要创啊？伊要食这规阵那个要食猪壳棒，啊，大家围过了，是毋是这册个拢无虫啊，拢无鸟鼠啊，是毋是？所以伊个会当摕册啊，你看，本を取ったら急いで逃げる，安那，个紧甲册摕咧，紧冲落去，紧走啊，吼，过来，好啦，还要过，哎哟，溪路酱较紧啊，紧落去，哦。有摕着啊无？有成功啊无？有啊着无？やれ！哎呀！なんとか本も取ってきたし、總算甲册啊呐，摕轉來，啊倒啊刷落來咩啊呐？摕下來底刷落來啊呐，手愛洗，因為伊拄則去摕迄冊，是毋是拢用野手會烏去着無？所以愛洗手，因為因即馬刷來要創啥？要食猪殼棒对无？所以你手要先洗咧，啊，摕猪殼棒啊，摕落酱摕啥？摕茶哦，食猪殼棒配茶咧，那才享受着安尼。而且呢，
準備をしたら哦，要準備來啉茶哦，吼，來哦，過來咧。今度こそ，吼，這屆真正好，やっと總算啊啦！ゆっくりじっくり會當慢慢來享受，看冊啉茶，閣食甜烤芳，哦吼吼！啊，毋過安那茶啉落去，甜烤芳食一個，你看，像個啊啦，像佇咧哈戲啊，客路像佇咧哈戲啊，對無？啊，你看保姆嘛，目睭皮有夠重的，你看，有要刻落伊目睭皮，有要刻落看，為蝦米？因為伊忝嘛，想要創啥？伊兩個啊？要睡覺。要困啊，結果冊敢有看到？啊，看無幾啊，就困去啊！這個時陣，風甲又沒落，伊個講啊，會當看冊啊，毋過已經忝甲困去啊！啊，你看這個人啊，哇，這個人啊本來有啥物？老鼠。鳥鼠啊！啊，即擺走喺倒？都去啊。走去豬口芳面頂，哇！所以因困去啊，結果換鳥鼠啊，食伊個豬口芳啊，哇！傷忝啊啦，佮整理厝啊，佮煮物件，佮摕冊安尼撞來撞去，有夠忝誒。啊，這個故事有好耍無？有夠水吧？好啊，這屆好，啊，即馬講了，愛甲大家講啥物？再見。嘿，你也有介意甲阮試一個讚？好，甲大家再見。讚。